咱们这位皇上想亲政要想疯了，他绝放不过。好了好了，我什么都不听你说，我替几位王爷说几句话。这苏克萨哈不但不能杀，咱们还要借着这个因由，杀杀鳌拜的威风。好吧，就听众位兄弟的，我马上派人火速赶往盛京，邀请八旗铁帽子王爷以最快的速度赶来京城。请他们，等他们来了，苏克萨哈的脑袋早就搬家了。没那么快。苏克萨哈是先帝托孤的重臣，鳌拜就是再急着下手，也少不了一道规矩。什么规矩？皇上必要在给苏克萨哈定罪的诏书上用印，3、5天之内，鳌拜绝难做到这一步。不信，咱们走着看。您要请来旗主王爷们，不是只为了苏克萨哈的一条性命吧？什么意思？在下揣摩，这是一箭双雕啊！一来是借八旗主子杀掉鳌拜的威风，二来是给太皇太后个下马威，也让他老人家知道，王爷们不可小视。咱们不能在朝廷上说话的日子啊，也该过去了。你们想的太容易了，这天下的兵马大权可都在鳌拜手里。这就要谢谢太祖皇帝当年定下的规矩。咱们大清的兵马虽然听命于朝廷，可也要听命于八旗主子。王爷说的不错。备笔墨直言。坂本善，你也去给我选几个身强体壮的骑勇来，我要他们明天落日之前必须赶到盛京。好。老爷，那是一批刚刚送来的折子，这里还有川陕总督给老爷来的一封书信。下去吧。这……等等，告诉外头的，回了所有的访客。这。怎么了，阿妈？您头又痛了？我帮您摁，来，到这边。哎呦，阿妈，您头痛就别再看了。阿妈，您看，女儿像不像是一个风流倜傥的公子？像，还真是像。阿妈，我要走。去哪儿啊？江南。江南？你怎么会有这个念头啊？阿妈猜不到我要离开的理由吗？那是阿妈给你讲江南讲的太多了。其实，看景不如听景。江南嘛，无非就是那些山山水水。阿妈，我不是为了去玩，您知道我现在根本没有办法面对他们3个。皇上对我亲情，二阿哥对我痴情，可是我的心只在纳兰的身上，我不想伤害他们3个中的任何一个，更何况我也不想皇上因为我而迁怒到您身上。阿妈，朝廷里边的事情我都已经听说了，我不知道您为什么一定要杀苏纳海，为什么一定要杀掉苏克萨哈，可是我知道您这样做一定有您的道理，但我想象得到皇上现在心里是如何的恨您。要是我再嫁给二阿哥或者是纳兰的话，那岂不是火上浇油吗？阿玛的事情你不要放在心上，可你绝不能独自去江南。我等一等吧，要去也是阿玛陪你去啊。阿妈，女儿的脾气您是知道的，
您就让我去吧，让我去吧，阿玛。我好好想想。阿玛，有件事儿，我想劝劝您，行吗？你是让阿玛放掉那个苏克萨哈？阿玛，女儿觉着苏克萨哈虽然有罪，可是罪不至死。如果一定要让他死，先就伤害了皇上，而且还得罪了那些追随他的大臣。一旦皇上亲了政，我是担心阿玛被煽滥权妄杀的骂名。可你知道阿玛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吗？我相信阿玛是为了皇上。阿玛向太皇太后许过愿，几年以后要把一个干干净净的朝廷交给皇上。可这干干净净的朝廷里，就绝不能有像苏赫萨哈这样的小人。是小人，总会有穷途末路在等着他，干嘛一定要让他死在您的手里呢？阿玛，依女儿看，给他个教训就是了。我要是您，现在就归正给皇上。这世上的事儿，大都得自己去体味，让皇上自己去认清苏克萨哈是什么样的人，不是更好吗？是谁教你说这些话？阿玛，您也太小看自己的女儿了。如果做到这个份上，就很难听到你所讲的这些话。是啊，这江山终归是爱新觉罗家的。阿玛，就听女儿一句吧，放了苏克萨哈，归正给皇上，然后带着女儿去江南。阿玛，您听过那首小诗吗？南湖秋水夜无烟，奈个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赊月色，江船买酒白云边。到了那个时候，女儿就陪着您游山玩水，不问世事，该有多快活。您劳累了一辈子，也该歇歇了。哥哥，青儿，回房休息去。我和你叔叔有话说。您还没答应我呢。我答应你，答应你。答应了。那我回房了。你心在哪儿？约勒总共派出了4个人，在北城外的十里店，被我给截下了。真是蠢笨之计！万一约勒他们会以为遇上了劫盗，不会疑心到咱们头上。哥哥不必担心，就算是把8旗王爷全搬到京城来，又能怎么样？又能怎么样？你懂得什么？就是太皇太后见到他们，也得让上几分。我刚才还真差点把青格尔说动了。青格尔说了什么？他让我放掉苏克萨哈，归正给皇上。放掉苏克萨哈？放掉苏克萨哈，再让皇上亲了朕，那就等于把咱们一家子人脑袋全摘下来了。哥，这小儿女家的话可千万听不得，听不得啊！唉，我看这是他在为您担心呢。哥，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赶在8旗王爷进京之前，换了这个不懂事的。住口！再说这种背离之言，就滚出去！我这可都是为了哥哥你啊！只要杀了苏克萨哈，用别的阿哥换下这个皇上，咱们大清朝就会安安稳稳，朝野上下就再也生不出是非来。当今皇上是太皇太后和先帝爷千丝万缕选下的，哇外只有福保之责，绝不能妄生一心。
哥哥的心思我懂，可皇上他未必懂啊。可我相信，他早晚会懂的。早晚，等到咱们死在月了手里，他再懂也迟了。哥哥就是再骂，有句话我还是要说出来：眼下情势非比寻常，哥哥一步也不能退。只要是退上一步，这朝廷必乱，哥哥您也会摔个粉身碎骨。哥哥歇着吧。青哥，怎么认不出来了？哦，我听说前天晚上你让人家在护城河边上等了整整的大半夜。是我喝醉了酒。你着急找我，一定是有要紧的事情。已经过去了。纳兰公子，我们往前走一走吧。我猜你前天晚上是要告诉我苏克萨哈的事情。杀了3位忠臣，又抓了苏克萨哈，你一定很恨我的阿玛。苏克萨哈的所作所为，我都看在眼里。他走到这一步，也是他自食其果。只是无论如何，苏纳海3个人，其实我阿玛，他并不想杀他们，真的不想。只是阿玛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我的话你信吗？我信。可是我想不明白，很多事，鳌拜大人是可以向皇上讲清楚的。他不该把皇上永远看成个孩子。阿玛说他试过的，可是，在皇上心里只相信苏克萨哈，自然也是阿玛的性格使然。他不希望用言语去取悦皇上，也的确，在他的心里，皇上还没有长大。这就错了。皇上有像孩子的地方，可是，在皇权和谋略上，他的心智早在那些廷臣之上，所以他容不得臣子的藐视，他容不得你阿玛摆出长辈样子的呵护。而苏克萨哈很早就看出了这一点。如果鳌拜大人再不改弦更张，后果不堪设想。你劝劝他吧。阿玛已经答应放掉苏克萨哈，归正给皇上。你说什么？这不可能！怎么一夜之间？这是真的。阿玛知道皇上绝对不会答应杀掉苏克萨哈，更何况，为人臣子最痛苦的莫过一片忠心不得善解。鳌拜大人这样做，想必已经下定了退避的决心。阿玛和我已经决定离开京城了。离开京城，也是该我离开的时候了。这话怎么讲？面对二阿哥和皇上，我觉得很为难。我知道你更为难。我不愿意你因为我而得罪他们。我相信你的才华，如果做臣子，一定能够比我阿玛更出色；如果做文章，一定能够留下千古的诗篇。不要再说了，你不该走的。没有你，纳兰性德只会变成一具没有魂魄的行尸，当不好臣子，写不好文章。与其如此，我还不如不活在这个世上。不许你胡说，青格儿不值得你这样做。不，你值得。我现在不能不告诉你，我已经愧对了纳兰慧儿，我不能再走错一步。青格，你是我的，你听到了吗？你永远是我的，是我纳兰性德的青格。我终于等到这句话了。抱紧我。
开门。苏克萨哈大人，这一卦吉凶如何？敖大人这等聪明，看看我苏克萨哈的面色，还用动问吗？哦，那一定是个上签了。我知道你狠，可是没有想到你这么狠。斩草除根，当年你的多尔衮王爷一家不也是这么做的吗？难怪有人说你是当朝的多尔衮，这多尔衮的阴魂果真就附在你鳌拜的身上。当朝的多尔衮，你这是对老夫的恭维。苏克萨哈，平心而论，没有他，能有大清国的今天吗？你我都是先帝爷托孤的重臣呐，你说这样的话对得起先帝爷吗？对不起先帝爷的是你，少了你这样的奸小，朝廷会少了多少是非？你想想你现在的所作所为，你敢看着我鳌拜的眼睛，说出一句问心无愧的话吗？好一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嘴脸啊！只可惜我苏克萨哈远没有到为寇的时候。你想杀我，可杀不了。你得先问问皇上答不答应，王爷们答不答应？不错，皇上是然答应，可未必不会答应。这断不可能！不要忘了，掌控朝廷的还不是当今皇上。你鳌拜还想一手遮天？我鳌拜遮不了天。可遮天的人不是没有。你说的不就是慈宁宫里的太皇太后？她也未必拗得过自己的孙儿。那就走着瞧吧，看看皇上是要你苏克萨哈，还是要大清江山。莫非你们动了更易皇位的歹心？谁说了这样的话？是你苏克萨哈吗？算我看错了你。没想到你既狠且毒。可是我要告诉你，就算你逼迫皇上答应了杀我，可是王爷们也不会答应的。算你说对了，他们倒是希望你我两败俱伤。可是，在没有十分的把握之前，没有一个王爷会替你说话。既然你知道他们希望你我两败俱伤，那就相煎何急呀？为什么一定要置我于死地呢？千不该万不该，去勾结乐乐。当初先帝爷病危之时，这些个王爷们就蠢蠢欲动，一心要想把持朝政。先帝爷这才痛下决心，让我们四臣辅政。先帝爷宾天之后，太皇太后借助我们，用尽心思，才扼住了他们的野心。现在你刚死，你却要打开大门放虎归山。先帝爷在天有灵，也绝不会饶过你。说句心里话，你我一殿为臣，我也动过放掉你的念头，可你没有想到，把你最后送上死路的，是那些个王爷。你说什么？乐乐和康亲王已经写了密信，送往盛京。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8旗的旗主赶来京城。也许，他们是让8旗旗主来救我。救你的话，他们是会讲的。可是他们真正要讲的是借用你苏克萨哈之事，要请王爷们入朝秉政。这些个王爷们为了一己私利，心里哪有大清的江山？若是他们主了政，
朝廷岂能不乱？所以只能用你的人头来做这块敲山震虎的石头了。敖大人，我苏克萨哈知错了，请禀告太皇太后，就说我苏克萨哈迷途知返，绝不再和月乐同流合污，留下我这条性命吧。迟了，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让他们知道，祖宗的章法不能改，先帝的遗诏不能改。如有胆敢生事者，你苏克萨哈的下场就是他们的前车之鉴。你也知道，我虽然杀人无数，可我并不喜欢杀人，何况你我还是多年的同僚，所以我今天要来看看你，让你去也去个明白。好，我去死。是，求你放过我的那些家人。那会减轻这块石头的分量。可是你放心，我会去请求太皇太后，赏他们一个全尸，他们的后事也会料理的周周到到。谢。你等等。我知道你要对我说什么。你要对我说，皇上迟早有亲政的那一天，到了那一天，我也同样会坐到你这里。没错，也许今后的史书上，我苏克萨哈是位屈死的忠臣，而你鳌拜是个千夫所指的权奸。人活一世，岂能尽如人意？但愿无愧我心而已。黄泉夜路，苏克萨哈大人，珍重了。前段天雨了，真想走走。皇上，奴婢不知皇上驾到，这就去请主子出来迎驾。起来吧。谢皇上。你叫什么名字啊？奴婢叫紫云。惠嫔这2天还好吗？比刚来2天好多了。午膳的时候进了一碗稻米粥，还有一块米儿糕。她现在在干什么？刚刚浴罢睡下了。好，下去吧。是。如梦令，正是辘卢金井，
满气落花红了，目的一相逢，心事眼波难定。皇上，请用茶。嗯，这些都是我们惠主子自己写的。惠主子每天不是弹琴就是写画。18年来坠世间，吹花借蕊弄冰雪，多情请寄阿谁边？相看好处却无言。相看好处却无言。主子，索大人来了。索额图拜见皇后娘娘。叔叔请起。谢娘娘。你们都下去吧。这2天我又掩不住的跳，心里总是不大安稳，所以想请叔叔到宫里来说说话。皇后的所思所想都在我的心里。哦，那叔叔说说看。这心神不定啊，恐怕都在一个悔字上。会不该当初为皇上选下的那个那拉会啊。我听说，如今储秀宫成了常去的地方，那个那拉惠儿是3000宠爱在一身呐。皇后虽然心胸豁达，可不免担心那位惠嫔先有了皇子。叔叔的确一语中的。近来我也常常在问自己，为什么当初做下这件引狼入室的事情？皇后不必如此自责，事在人为嘛。眼下就有逆转的机会。机会？皇后知道皇上近来最大的心事是什么？亲政。不错，为了这件事情，朝野上下已然闹翻了天。皇上和鳌拜也已经剑拔弩张，水火不容了。我只听到一些皮毛，好像苏克萨哈被投进了死牢，众王爷们也搅了进来。说起危言耸听的话，皇上的地位恐怕岌岌可危了。你说什么？因为皇上的处境实在是太艰难了。太皇太后站在了鳌拜一边，而鳌拜又不肯归顺于皇上。众王爷们趁机蠢蠢欲动，还有那位多年来一直窥伺着皇位的乐乐，苏克萨哈的死必定把这场争斗推到极处。倘若事情真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为保爱新觉罗家的万代基业，焉知太皇太后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来？老祖宗最疼爱二阿哥，莫非会让他？皇后不必这样揣测，要紧的是怎么能够辅佐皇上走出眼前的困境。现在皇上难得到我的坤宁宫，我又能做些什么呢？想做，就一定有的可做。我不知道，皇后和那位惠嫔，你要对我讲爱屋及乌的道理？这不是爱屋及乌啊！皇后只有善待惠嫔，才能得到皇上的欢心呐。皇上会为皇后的宽仁大度所打动，这我可以做到。可即使得到了皇上的欢心，又能怎么样呢？向皇上进言呢？进言？正所谓旁观者清，皇上身在其中，有时候并不能知道事情的厉害。你马夫在世时就曾对我说过，哪一朝哪一代的皇权没有经历过血雨腥风呢？妇人之仁可掌不了天下，皇上该下手的时候，却不能软了心肠。叔叔是说，我有个打算。自然，这只是第一步。到了必要的时候，皇后要做后宫的中流砥柱啊！我相信，只要皇后能在关键时刻帮上皇上，就能牢牢留住皇上的心。主子，今天皇上又送来了恩赏，这呀可是全宫里最……去吧。是。哎，主子，我刚刚从延禧宫这么一路走来啊，碰到好多别院的人，他们的眼神都嫉妒得不得了，
他们说你家主子到底有什么法宝呀？自打您一进宫啊，他们连皇上的面都见不着了。紫云，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不要再在我的面前说些这样的话。是，主子，奴婢知错了。去吧。呀，主子，现在都什么时辰了？咱们该给老祖宗请安去了。紫云，快拿我的袍子来。哎呀，主子，咱不是一次去迟了，今天啊，一定要想个缘由出来。老祖宗，这是孙儿给您绣的一方帕子，您喜欢吗？这是谁写的福字啊？是皇上。皇上？写得好。是孙儿绣得好。好，好，好，写得好，也绣得好。你看，老祖宗，慧儿给老祖宗请安了。怎么这副慌慌张张的样子？今儿个又有什么事儿缠住了？孙儿，老祖宗，我这慧妹妹这些日子犯了头疼的毛病，可她心里硬是惦记着老祖宗，还是非来不可。昨天就是因为吃药晚了半个时辰。你这丫头有病就歇着，我这儿不是非来不可的。起来吧。快把衣裳弄弄好，老祖宗最看不得这个。谢谢皇后姐姐。别在这儿撑着了，身子不适就回去歇着吧。谢老祖宗。慧妹妹，我那儿有个治头疼的偏方，走，顺便到我那儿坐坐去啊。老祖宗，您笑什么呢？我笑鹤舍里这丫头啊，越来越像个人精儿了。太后，太后，鳌拜的密折。老祖宗，出什么事儿了？八旗旗主要进京城，老祖宗要不要把鳌拜？那个索尼的儿子叫个索额图，你赶快差人把这个索额图叫来。是。我走了，你会想我吗？你以为我会让你离开？可是我不得不走。你不用担心，只要你阿玛归正给皇上，我笃定皇上不会伤害他的。那我们呢？皇上虽然说让我青儿自己去选择，可那只是一种说辞。在这世上，没有什么大得过皇上的领位和尊严。如果他知道我选择的是你，那我的选择就是你头顶上的泪。只要有你在我身边，就算这泪把我劈个粉碎，我也心甘情愿。可是，我不会这样对待我自己爱的人，更何况我伤害的还有阿尔克。青儿，你听我说，不要想的那么多。既然没有万全之策，那就想想，你最想要的是什么？我们一起鼓起勇气朝前走。如果事情的发展果真如你所说，我就和你一起走，走得远远的，走到那片落日的地方，去过我们想过的生活。青儿，你听到了吗？嗯。我有急报。禀报大人，奴才得了准信儿，八旗旗主已然准备停当，定于本月初8日启程，前来京城。那就是明天了。下去吧。这。哥哥，
小弟有件事儿，还没敢说出来。什么事？驻守在雁北的汉八旗和驻守在永平的镶黄旗，共约5万人马，分两路，不热就可赶来京城。你竟敢撕掉兵马！可可，到了这一步，我们可大意不得了。这城里城外有苏克萨哈的镇白旗，盛京又赶来这些旗主们，万一他们相互勾结，我们不能不备呀。那你也应当事先告诉我呀。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他们说了，如果这件事就事先告诉哥哥，您是绝不会答应。你这胆子实在是越来越大了。小弟知道哥哥宁愿一死也不肯愧对皇上，可是哥哥想过没有，咱们一族上下100口家人，想没想过跟随哥哥血战几10年的弟兄们？他们想到的不是去死，而是自己的前程。就算是为了自己的家人，为了自己的弟兄，哥哥你也要多做几手打算。对吧？给我听着，让这5万兵马即刻停下来，返回驻地。你听见没有？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也不能和各旗的旗主刀兵相见。可是万一挡不住这些旗主进京呢？即刻处决苏克萨哈，镇住他们的气焰，让他们也没了进京的理由。可这皇上这一关呢？去吧，我累了。皇上想好了。想什么？等会朝会，鳌拜一定会让皇上用印的。妄想！朕绝不会把印盖在出自苏克萨哈的圣旨上。皇上，纳兰公子到了。奴才纳兰性德叩见皇上。什么事啊？这么匆匆忙忙的？兄台，看你的神情，一定是有什么好消息啊！的确是个好消息，鳌拜已然改了主意，他预备放苏克萨哈，并即刻归正给皇上。这怎么可能？兄台，不会是你昨天晚上做场好梦吧？你听谁说的？青格尔。青格尔。若真是青格尔所说，那倒不会有假。一定是青格尔说动了鳌拜。朕这一弓一定要寄给他。来，也算这鳌拜识相，知道拗下去不会有他什么好下场。走，随朕上朝。这。起身。皇上，处置苏克萨哈的圣旨已经拟就，请皇上用印。你说什么？苏克萨哈其罪当诛，圣旨上说的清清楚楚，只等皇上用印之后，明正典刑。兄台，这怎么回事啊？啊！哎，兄，鳌拜大人，你对青儿说要放过苏克萨哈的，怎么大胆？一个小小的宫廷侍卫，竟敢到大殿上来胡言乱语！退下！皇上，奴才在后着了。请皇上用印。鳌拜大人，你不能言而无信，你不能胁迫皇上。来人，退去！这，快走，走，走，快点，走！哎，索额图大人，这是怎么了？太皇太后呢？哦，刚刚用完早膳，正在廊子下头。别着急，慢慢说。奴才得到密报，驻守在雁北的汉八旗和驻守在永平的镶黄旗共约5万人马，分两路，正在向京城方向汇集呀。鳌拜究竟是什么意图，奴才还不得而知。可事态异常，太皇太后不得不放啊。难道鳌拜真的起了不臣之心？能不能由太皇太后颁告密旨，给西山大营？
事情还没有弄清楚，这样做无异于火上浇油。你多派些探兵出去，务必弄清这次兵马调动的因由，切记不要把这个消息发散出去。这。启禀老祖宗，前途又乱了，鳌拜大人步步紧逼，可皇上就是不肯用印。知道了，去吧。这，苏沫儿，眼下不能再出乱子，你去给我传个话。是。鳌拜，你好大胆！奴才的胆子，完全是为了大清的江山，完全是为了皇上。为了朕？你既然是为了朕，就立刻把苏克萨哈放，现在就放。苏克萨哈使权论政，图谋不轨，没有可赦的道理。况且皇上没有亲政，凡是辅政大臣上奏的奏折，只能照准，不能驳回。如果朕一定要驳呢？那就请皇上去见太皇太后。如果有了太皇太后的懿旨，我鳌拜宁愿摘去顶戴，换出苏克萨哈。按理处置苏克萨哈是太皇太后照准的。如果皇上不信，就请起驾去趟慈宁宫，请皇上用印。不，朕绝不让你们杀了苏克萨哈。苏克萨哈该杀该留，皇上大概是要想听听满殿同僚的说法吧。皇上，苏克萨哈罪无可赦，不杀不足以安定民心。该杀，罪不可赦。该杀。朕不光你这一个辅臣。鄂必龙，奴才在。朕听你说。奴才以为苏克萨哈的确罪在不赦，还是请皇上用印吧。你们退朝。皇上，请皇上替天行命，不要再学3尺馒头。如果一这样孤行下去，就把太皇太后怪罪了。奴才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就请皇上听听奴才的肺腑之言。这已经决定了的事，休想逼朕。请皇上归坐。哼。鳌拜，你如此对待朕，你就不怕有朝一日朕灭了你九族吗？犯了灭门九族的大罪，自当由皇上来处置。可是皇上要想长久地坐在这张龙椅上，那就请皇上办好今天的事情。皇上，奴才一向认为皇上天资聪慧，请皇上想一想，君臣父母，天道伦理。今天满朝的文武大臣，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支持皇上？皇上不应该自省吗？好，想杀就杀吧，朕成全你。苏克萨哈
时辰已到了，还有什么话要说吗？苏克萨大人，这是我们家老爷送你的慈烟酒。好，来。啊，痛快！老大人，多谢了。我苏克萨哈先走一步，就等着你来喝酒叙旧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阿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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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哥，阿妈，秦哥，叔叔，先不要去烦你阿妈，我有话要问他，为什么言而无信？都已经答应我了。你来，叔叔和你说句话。叔叔要跟我说什么？说呀，我还要急着去找阿玛呢。叔叔要和你说的是关于咱们一家的心明大事。在今天朝会上，你阿玛和皇上吵翻了。我听说了，阿玛答应我不杀苏克萨哈还政给皇上，可是为什么又变了卦？这是朝廷的大事，一时间你还不会明白。你阿玛只有这样做，没别的选择。我不信。你听我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皇上亲政是迟早的事儿。到了那一天，就到了咱们一家的末日。皇上不会放过你阿玛，不会放过我，不会放过咱们一府的上上下下。这我知道，所以我才劝阿玛辞去官职，离开这儿啊。后悔药无处可买，青哥，咱们必须想出办法。叔叔认为，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什么路啊？一不做二不休，废除皇上，另择新君。你阿玛权倾朝野，这是他可以做到的。何况这新君的人选就在眼前。谁呀？二阿哥福全。二阿哥？二阿哥宽厚仁善，我听说太皇太后还曾想把你指给他。一旦他做了皇上，这不可能。非离皇帝的大事，阿玛绝对不会做的。所以我才想让你去劝劝他呀。你的话他是肯听的。青哥，你难道愿意看着咱们一家人去死吗？开弓没有回头箭，叔叔告诉你，齐鲁大军正在向京城火速进发，7日之内即可到达。到了那一天，任何阻挡皇上非礼的人都只有一死。可是还有太皇太后呢？难道二阿哥不是他的孙儿吗？阿玛的脾气我了解，他死都不会答应的。不答应也得答应，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跟他一起去死的。更何况大军一到，木已成舟，那就由不得他了。老爷，明珠大人前来复职，说是时刑已过。让他去吧。哥，刚才探兵回报，说是从盛京赶来的骑主们已然上路了。阿玛，刚才叔叔说的话您都听到了吗？想来就来吧。阿玛，你怎么又突然改变主意了呢？阿玛累了。不，阿玛要告诉女儿。
朝廷中的事情瞬息万变，好多事情是由不得自己的。如果别人说由不得自己，我信。可是阿玛，我不信。阿玛，您在女儿的心中可是气概非凡、一言九鼎的大英雄。刚才的消息你也听到了，如果我不杀了苏克沙哈，那些旗主们就会用他来大做文章。你知道他们的背后是谁吗？韩亲王乐乐，多少年来，他表面上在家养尊处优，可骨子里没有一天不在觊觎着大位。杀掉苏克沙哈，也是为了让他明白，如果他胆敢擅动，这就是他的下场。让皇上亲政的念头，我没有变。归正给皇上的折子阿玛也已经拟好了，只等到杀掉了苏克萨哈以后就呈上去。可是，在今天的朝会上，阿玛不得不改变主意了。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了皇上的杀心。杀心？皇上心中对阿玛的死结是绝难解开了。一旦亲政，他必报今日之仇。可是还有太皇太后。到了那个时候，就是太皇太后也不会为我说话了。孙儿的脸面，皇上的脸面，远远胜过我鳌拜的一条命。可是我不能连累了你。阿玛，刚才穆律马叔叔对我说，我知道了。难道你要答应他们的办法吗？也许那样做会保住我们一家人的性命，一家的荣华，但阿玛呀，绝不能置大清江山于不顾。二阿哥要是做了皇上，那只能是一个中庸的帝王。可当今皇上会是一位继太祖太宗之后的一代明君。阿玛，只要你理解我的难处。阿玛，不管您做什么决定，女儿都跟您在一起。青哥是怎么回事啊？兄台，你今天可把皇上给害苦了。皇上去慈宁宫已经1个时辰了吧？哎，你去哪儿？我去找青哥儿问个清楚。皇上让咱们等着，你现在可走不得。我速去速回。你还嫌闯的祸不够大吗？奴才给皇上请安。纳兰性德，你还有脸来见朕啊？今天朕让鳌拜打个措手不及，要不是听了你的话，朕怎么能这样毫无防备？奴才知罪了。莫不是你跟青格儿一道来耍弄朕吧？奴才万死不敢。皇上，这恐怕是鳌拜借青格儿之口，使得一道缓兵之计，好让皇上没有防备。朕不管是不是什么缓兵之计，朕就知道他纳兰性德骗了朕。奴才不想辩白，甘愿领罪。领罪？就算砍了你的脑袋，朕也丢了脸，他苏格萨哈也掉了头。起来吧，朕给你个将功赎罪的机会。你们2个出宫去替朕多方访查，特别是鳌拜的动静。朕刚才去见了皇阿奶，受顿斥责也不算什么，但朕见他老人家的神色，皇阿奶是经过大事的人，但他的神色着实让朕觉得奇怪。朕担心会有变故。皇上，虽说这鳌拜军权在手，可奴才谅太不敢忘其谋逆之心。他今天在朝堂上这样对朕，朕不得不防。去吧。这，奴才告退。阿玛，喝碗银耳羹吧。好。行。阿玛，
究竟是怎么打算的？八旗旗主们就要到了，可这个难题不能推到太皇太后的身上。阿玛，您不是说只要杀了苏克萨哈，他们就没有理由进京了吗？可是他们毕竟还是来了。我最担心的就是皇上若听了乐乐的话，恐怕就会利用他们把朝政搅乱。那我必须亲自去劝退他们，然后归政给皇上。归政给皇上？两利相权取其重，我的性命和我们一家人的性命，比起辅佐皇上稳定朝政，那毕竟是微不足道的。不过，在我做出这些事情之前，我会把你送出京城。不，阿玛，要死我就跟你死在一起。青哥儿，记住，不许你再说出这样的话。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短，那阿玛在九泉之下就永得不到安宁。阿玛，小姐，他来了。嗯，去见见他吧。不过刚才阿玛跟你说的话事关重大，你一字一句都不能透露给他。我知道了。青哥儿，怎么了？我害怕看见你这个样子。我知道你没有对我说谎话，我猜到是你阿玛骗了你。不要这样说我阿玛，不要这样说他。没有人知道他的心，没有人相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皇上，为了大清的江山，没有人相信。青哥儿，原谅我口无遮拦。鳌拜大人一辈子出生入死，战功赫赫，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可就连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肯还政给皇上？为什么一定要杀了苏纳海、朱昌祚？为什么一定要把苏克萨哈置于死地？为什么？青哥儿，你究竟是怎么了？有什么话在瞒着我？不要问那么多了。我原来以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你看不透的事，没有你看不透的人。现在你觉得我让你失望了？那你告诉我。我现在不能告诉你。我相信过不了多久你会明白的。这些日子，我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总是想起你在这写下的那首词：一生一代一双人，争较两处笑话，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青哥儿，如果有一天我们分开了，同定之后，你还会想起我吗？不会有那一天，青哥儿，永远不会有那一天。王爷，我知道你该来，有件10万火急的事情。还是我来告诉你吧。
穆里马带了5万人马，正在来京的路上。王爷已然知道了。要是只等你的消息，黄花菜都凉了。恐怕你的心已经不在我这儿了吧？卑职哪敢？我的心是一直追随王爷的呀。知道他们调兵的用意吧？卑职以为他们是想拦阻从盛京来的八旗王爷。错，鳌拜和穆里马还没有蠢到这个地步。那这5万大军是来逼宫的。逼宫？鳌拜出身行伍，任何时候都不会和八旗旗主成为对头，所以这支军队一定是打着防备苏和萨哈手下图谋不轨和护卫京城之名。可他们真正要做的是迫使太皇太后废掉急于亲政的康熙。王爷说的有理啊！果真如此，他鳌拜的末日也就到了。王爷，此话怎讲？只要这支兵马一到京城，我立刻告知八旗旗主，说鳌拜起兵谋反，证据确凿，他就是有1万张嘴，也难说个明白。何况苏克萨哈已死，京城内并无异样，防备苏克萨哈手下图谋不轨，也不成为理由啊。王爷说的对呀，只要拿下鳌拜，就断了太皇太后的脊梁，幼主难当大任。谁为新君，就该王爷们拿个主意了。启禀王爷，鳌拜手下的2支人马已然在孔家集会合，可不知什么缘故，扎下营寨之后就再不见动静。再探。这。王爷，莫非出了什么变故？我早该想到，这调兵绝非鳌拜所为。是穆里马。看来是鳌拜阻止了穆里马。我也觉得奇怪，按鳌拜的脾性，是绝不会做出这种鲁莽的事情的。王爷，咱们推驴上磨，这桩调兵谋反的罪名，非让他鳌拜担不可。哎，他鳌拜不怕死，可他的属下并非都是亡命之徒。再说，他还有一处软肋。你说的是青格？不错，这青格的命胜过他自己的命。只要说通了穆里马，让穆里马去痛击鳌拜的软肋，大事必成。好，事成之后，你就是新朝的股肱之臣。皇上的剑法大见长进了。曹燕和纳兰性德还没有来吗？没有。如果皇上有事，奴才差人。有件事，奴才还没有向皇上禀报，不知道皇上喜欢不喜欢？什么事？皇上请跟奴才去看看。这是奴才为皇上抬选出的一批护国少年。宫里的御前侍卫大多是几位辅臣安排的，而现今的情形下，皇上不能没有自己的人呐。召他们入宫，明里是陪伴皇上做步步游戏，暗里是一队誓死护卫皇上的贴身士兵。过来，叩见皇上！过来，叩见皇上！你们好好练，也许有一天，朕会把你们派上大用场。谢皇上。老祖宗，鳌拜来了。
奴才给太皇太后请安。你这么大岁数了，以后这俗礼就免了吧。谢太皇太后，不过这宫廷的礼仪是万万免不得的。坐。昨天在朝堂之上，奴才又冲撞了皇上。这个我都知道了。我让你来，不是为了说这个。太皇太后有话请讲。你就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讲了吗？啊，对。是有一件事，八旗的旗主们明天就要到，奴才已经打定主意，礼劝他们返回盛京，所以就没来麻烦太皇太后。他们想来就来吧，该给的全给了，爱新觉罗家不欠他们的。我想知道的不是这个。鳌拜啊，天下太太平平，我想不出什么理由要大动兵马。哦，调兵马的事是有，那是奴才的弟弟穆里马，为了防止苏格萨哈的属下生事，才挪动了这5万兵马。奴才知道了以后，已经训斥了他。私调兵马，惊天动地。是，没有人会以为这是穆里马一个人所做的事情。可文章已经有人在做了。奴才知道，奴才已经让穆里马在下次的朝会上自请责罚。眼下那些兵马呢？穆里马说，已经全部返回驻地。那就好。奴才有道折子，本想在劝退旗主们以后，再呈给太皇太后。什么折子？请太皇太后恩准奴才辞去官职，归正给皇上。皇上一直想给予亲政，虽说尚缺历练，可是现如今已经除掉了那个生事的苏克萨哈，恐怕已经无什么大碍了。你以为杀了苏克萨哈，朝廷的事就消停了吗？当然，还有乐乐，和那几个王爷。如果我没有猜错，这8旗旗主进京，少不了他们的主意。太皇太后圣明，不过有太皇太后在，他们也掀不起什么大浪。你的意思是，要把这副担子撂到我的身上了？先帝把当今皇上托付给你们4个人，现在一个死了，一个诛了，一个成了墙头上的随风草，就剩下你，还要抛下我们祖孙俩，躲去享清福吗？奴才有罪，不过奴才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那又是什么意思呢？可奴才就这样和皇上对峙下去，普天之下莫非王主。你得罪了皇上，躲就能躲得掉吗？奴才不是想躲，奴才是想告诉皇上，福报幼主，奴才从无二心。鳌拜啊，鳌拜，你聪明一世，怎么就把事情想得这么简单？越了窥伺皇位，就算你不打自导，他们容得了你去享清福吗？至于皇上，解铃还须系铃人，这铃铛不解，你就挂冠而去，接下来的后果，你该想得到。我们都是这把年纪的人，就是不为自己想，也该为小辈们想想，为你的亲干想想。去吧，再去把这些事儿好好琢磨琢磨，走与不走，过些日子再说也不迟。告退。老祖宗，他真会归正此官吗？智者千虑，难保一时。我是担心他走错这一步，铸成大错。倘若皇上现在真亲了朕，是啊，这苏克萨哈的事闹得太大了，当着满朝文武。唉，有皇上的心情，绝不会放过他的。
我们都是这把年纪的人了，就是不为自己想，也该为小辈们想一想，为你的亲哥来想一想。参见敖大人。那边是什么人呢？奴才不敢随意走动，所以。敖大人。皇上，皇上，怎么这么面生啊？皇上要做布库游戏，我就从其里挑了这10几个半大小子。这些小子们还真有些咱们满人家的根底，皇上挺高兴。索土，你怎么做事情也没了章法？敖大人是说，宫里不是寻常的地方，进来这么多人，我这个领事们那个大臣竟然一无所知。是朕让他找来陪朕玩的。他们又不是侍卫。鳌拜叩见皇上。皇上，是奴才的不是，这件事是该告诉敖大人。既然是皇上的旨意，那就罢了。皇上，昨天在朝堂上，人都死了，还说个什么呀？朕现在正在摔跤的兴头上。哎，你们哪个还想再来啊？皇上，鳌拜大人是满洲第1巴图鲁。能不能让咱们这些小子也开开眼呢？哎，好啊，朕正好也想见识见识。鳌拜年事已高，哎，敖大人不要伤了皇上的兴致嘛。朕的兴致算什么？他既然不想赐教，那就罢了。鳌拜怎么敢担当赐教2字？那就让皇上见笑了。敖大人万夫不挡，你们谁有胆量，先上来试一试。皇上，鳌拜献丑了。厉害厉害，敖大人果然厉害啊！小子们的根基不错，你们都小心当差，布库游戏点到为止，万万不可伤了皇上。皇上，鳌拜告退。见识了啊！怕了！答得好，巴图鲁是人不是神，人人可做，人人可当。你们哪一个练得好，朕就封你个巴图鲁。谢皇上。下边轮到哪一个来跟朕过招了？皇上，曹寅和纳兰公子来了，说是有要紧的事禀报皇上。来吃菜，吃菜啊！哎，说句不敬的话，这敖大人的“忠”字前面可要加一个“于”字啊。
这愚忠害己，愚忠害人呐！我笃定，只要敖公一交权，他就是苏克萨哈第二，其罪名比苏克萨哈更甚呐。苏克萨哈死的是妻儿，而敖公株连的怕是九族啊！你说得对，说得对。只是我这位胞兄的脾气，这没人说得转呢。那我们就眼看着他自寻死路。何况仁兄做到了这步官职，创下的这份家业，也不能就这样毁之一旦呐。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有句话，倘若你我不是挚友，我是断不会说出口啊。你讲，不可再随敖公走下去。那你要我为什么让那5万人马停下来？那可是一招绝妙的好棋。只要兵临城下，敖公就会明白木已成舟的道理。他顶了谋反的罪名，只能用兵谏废掉康熙，扶保二阿哥坐上皇位。亲格儿做了皇后，木里马兄弟就是2国丈了。哼，到了那个时候，敖公不但不会怪罪你，更加要重重的谢你呀。你说的不错，只是不知道这位爱花爱草的2阿哥肯做这个皇上。哎，这世上还有不肯做皇上的人？我听说这位2阿哥很重情义，这样取而代之。仁兄放心，我是内务府大臣，2阿哥的面我常见呢。这件事情就包在我的身上。来，二老爷，赶快回府去吧。什么事？老爷发脾气了，正派人四处找您呢。皇上，你们是不是探到了什么消息？皇上听了，先不要着急。一是八旗旗主已然启程来京。什么？八旗旗主启程来京？啊，意图还不甚明了。不过我和曹寅猜测，8成会和乐乐有关。还有2支鳌拜属下的兵马，共约5万余人，也正在向京城方向移动。5万人马？这2支兵马到孔家集集合后，暂且停了下来，好像是等待什么指令。这鳌拜究竟要干什么？无论如何，这2桩事情都很蹊跷。看来朕猜对了，皇阿奶知道了这2件事，所以神情异样，也在疑惑之中。既然老祖宗都在疑惑，那就说明这鳌拜一定私下捣鬼，皇上可不能不防啊。依我看，皇上不必焦虑。据探报，8旗旗主并没有兵马相随，何况有太皇太后在，谅他们也不敢忘起疑心。到了之后，皇上相机处置也就是了。要紧的是那5万人马，不过也不必操之过急。你说的对，朕要亲政就不怕这些沟沟坎坎。曹寅在，你从御前侍卫里面挑几个人出宫，前往孔家集监看这队兵马的动静，随时禀报。是。穆里马，分明告诉我，那些兵马已经返回了驻地，为什么还滞留在孔家集？小弟想，8旗旗主们就要到了，说不定哥哥会改变主意。混话！鳌拜永远也不会有不臣之心。这是我让他们带兵返回的手谕。以夺400类加急，速送孔家集。是。说吧，你们说该怎么办？敖大人待我们恩重如山，我们绝不能看着敖大人去走这条死路。对，为了敖大人，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前程，请穆里马大人决断吧。那好，你带人到孔家集走一趟。告诉他们，4日之内抵达京城，不得有误。这余下的人把控好自己的属下，做好内应。记住，一切听从军令行事，不得口出忤逆之言，不得行忤逆之事。只要太皇太后答应重立新君，我们仍然是拱卫大清朝的忠臣良将。这2阿哥登基之后，我们的亲盖就要嫁入皇宫，你们就是当今皇后的娘家人了。
我穆丽玛绝对不会亏待诸位弟兄的。阿玛，阿玛，你要去哪儿啊？阿玛要出城去办件事情。是不是要去见那些旗主？你怎么知道？您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总之您不能就带2个亲随就出城，眼下危机四伏，您可要当心一些才是。危机四伏？朗朗乾坤，太平盛世，哪来的危机四伏啊？阿玛，那您要去多久啊？多则3天，少则2日。在家好好待着，等着阿玛回来啊！你今天是怎么了？没什么。有什么话要对阿玛说？没。是舍不得阿玛离开。好女儿。小姐，该用饭了，快给我备马。快点，我要出去。